对啊，按照比赛啊。对啊，你有没有在比赛那一天？没有，喝太少了。我的是老主在打鼓嘛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的乐手都自己自我陶醉哦。我刚才打鼓有帮你合音好了，下次我不要帮你合音，我要唱走音。好了，你有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歌虽然慢慢的哈，但是还是有快结束了。我们12月中会发合集，就是上次比赛的5个团体这样，然后到时候大家来听听看，第一次在录音室里面的蓝心是多么的疯狂。我们还跟录音师成为了好朋友。好，这个下次再说了。哎，下一首是什么歌？可能是娃娃。哎，就是娃娃。我们再换一下位置。啊，里面有谁？欢迎欢迎，去说你不会讲话吗？一直喝。是我啊。讲话，你有麦克风没有？好的，你们是要讲笑话。不要，因为说我们要笑那个刚刚我们的团员，不要讲那种的，好不好？很多人都听啊。好不好？我讲一个好不好？讲一个。你们知道和尚都开什么车吗？和尚开什么车？请大家猜一下。这不是打害的笑话吗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快点有奖征答。1次、2次、成交3次。好了，告诉你们，他们都开那个 Impreza。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Impreza 啊，抱歉，没有礼貌，抱歉。哎，在部落没有人笑你这。部落的老人家，哦，你这个笑话是这个是1A 的而已这样。哎呦，我们有分等级了，不好意思。海水沟英雄给我们的分数是这样。好了，现在这首歌，那个古调叫娃娃，不是娃娃。这首歌叫娃娃，就是阿美族的孩子的意思。有一次我上课，我说小朋友，你们会唱什么古调啊？我以为我自己有备课嘛，老师们都知道，哎，我准备，他们一定不会唱，故意引起教学动机，就是小朋友说，有，我会唱一首歌这样，然后我想说，他们一定不会唱，结果他们就唱那一首歌，然后旁边的同学，对，我也会，就开始唱，我吓一跳的是，他们唱的歌是我没有准备的，厉害啊！我也会唱那首歌，可是我忘记有这首歌了。我说等下你们继续唱，我就用手机录下来。那时候他们2年级，现在他们已经5年级了。你看这首歌多久？岁月催人老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孩子你来自哪个部落？我来自基辉部落这样，因为他们3仙台隔壁有一个部落叫基辉，基号在阿美族里面是一个海龟的意思，那个海湾很多海龟那个部落。反正就是，等一下我会翻译嘛，为大家它就有6个字，咿耶耶呜哇哇，等一下就跟这集唱了哈。因为我们时间很赶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坐捷运回台东。好，为大家带来这首娃娃，谢谢。妈妈，你不要重复我的话。好笑了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妈妈了。妈，我爱你。哎，还是好，为大家带来这首娃娃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以自己摇摆哦，不要管旁边。既然你们都来了，就放松嘛。一直被老板骂也不是办法。娃娃啊，我Miss阿娃娃你说好。孩子，你是阿美族的孩子吗？阿姨，阿米斯阿娃娃嘎咕，是啊，我是啊。娃娃啊，那你拽古尼亚我一说，孩子，你住哪个部落？来自哪里？那你一好古尼亚罗阿古，我来自基辉部落。拉丢文啊，咿耶耶呜哇哇。老外一起合音。
我底下踩跟那个6点半腌的那个生猪肉漂亮。你们最在行的事情有哪些啊？会抓鱼跟拿藤心踏上车。右边最后一排跟这边一起大声来。给自己掌声！